1939年10月27日，日本时代无辖地区原住民赛德克族发动反日恐怖行动，杀害日本人134人，爆发无赦事件。虽然最后战败，不过这个代志予日本着惊，改变日本市民政府统治原住民的方式，无过用暴力镇压。2012年，导演魏德胜嘛将无赦事件拍作电影《赛德克巴莱》。1993年10月27日，高检署特小队署名通缉。台独运动的先锋署名为1950年来开始发动一连串的台独活动，早期捌因为牵涉到内乱罪被通缉，流亡日本41年。1993年10月2日，署名以台湾最后一位欧名党的身份秘密登来台湾，巧获高检署收押。过年刚27，高检署总算特小队署名通缉。2010年10月27日，印尼东部巴布亚省北部的外海发生瑞士规模7.1的大地震，引起海啸，所来连续发生瑞士规模6.4的余震。天摇地动，500多栋的厝派去，有9个砖仔头失联，罹难的人数超过282人，也有400多人下落不明。